師傅，我哋成日都聽你講咧，先做檢查再決定點樣維修，會唔會有套簡單啲嘅方法，好似有個 checklist 咁教我哋點樣檢查㗎？除咗拆開換零件之外，有冇個方法可以幫我哋判斷啲問題大唔大、安唔安全呢？哦，咁不如就用呢把風扇做一個示範，教你哋點樣做一個檢查十式啦。檢查前一定要掹插蘇，不帶電工作，以保安全。第一式，先睇電線本身，檢查有冇損壞，例如爆皮、裂開、變硬、變色，見到就要更換㗎啦。第二式，檢查插頭同保險絲，用風明檔測試保險絲，聽到咇一聲，代表正常導通。如果冇或者出現斷裂，就需要更換保險絲㗎啦。第三式，拆底咗螺絲，記得分開長短螺絲，之後裝返就唔怕亂啦。第四式，檢查電線，要檢查插頭每隻腳同接駁到風扇內嘅每一條線，用風明檔量度水線對水線、中線對中線、火線對火線，睇下有冇斷線。如果冇聲，即代表斷線或者接觸不良，咁就要重新接駁或者換線。第五式，檢查快慢開關掣，入邊有一個共通點，連接去3個開關點。用萬用標風明檔分別測試3個開關點，每量一對接點都應該聽到風鳴聲，代表有接通。如果冇聲，即係嗰一個開關壞咗，有機會係掣入邊接觸不良或者彈片變形。第六式，用電阻檔量度摩打線圈，以中線為共用，分別量度3個開關點，每一組各有一個阻值，3組數值通常由大到細顯示。第七式，處理風扇摩打，拆開機背之後，先用毛刷掃走摩打同散熱位嘅積塵，之後成軸位要加少少機油，可以減少卡住同雜音。第八式，檢查電容，拆開電容盒，留意電容上邊寫住幾多電容值 μF， 用萬用標電容檔量度數值，一般唔應該少於標示值嘅80%。例如呢部風扇用1 μF， 量出嚟嘅數值低於0.8 μF 就建議更換。第九式，復原，檢查完要將螺絲按原本位置頂返上去，長螺絲唔好擰錯去短位，避免頂穿塑膠外殼，仲要睇清楚電線有冇俾螺絲及外殼夾住逼得太緊，否則之後就好容易折斷。第十式，總檢查，喺未插電之前，用萬用標再量一次插頭同3隻腳。首先量度火線及中線，要分別按每一個開關掣，按1檔會見到一個阻值，按2檔阻值會改變，按3檔會再變一次。第3檔嘅火線中線數值，通常應該最接近你之前量度摩打線圈嗰個較細嘅數值，咁就代表接線同掣位基本正常。其實做完10式，已經檢查好線路、掣、摩打同埋電容㗎啦。以後見到壞嘅電器就可以用10式，一步一步揾出問題出現喺邊度。係啊，不過要記住安全行先，唔肯定嘅位就停一停，問一問。10式唔係要你自己整好，而係可以幫你判斷壞嘅情況，咁就可以抌少咗一部風扇，減少浪費㗎啦。